Stay young 係一種心態嚟嘅，咁我自己就對自己好有要求啦。做事就保持一個好奇心咯，咁年齡就只係一個數字啦。當然外表都要配合嘅，頭髮我就想要濃黑滑，望落都年輕啲，所以咧我就用日本50惠極之膚活頭皮精華，佢獨家嘅 Hair Grow X 納米封存科技，將育髮成分包住，更精準、更長效咁深入毛囊，煥活新髮再生。佢仲會加強 Darken 黑髮能量，幫我重塑年輕時嘅濃黑髮感。效果3日頭髮有返光澤，2個月頭髮多咗厚咗，4個月連白髮都少咗，1支就可以煥活濃黑滑。想 Stay young， 全新日本50惠極之膚活頭皮精華，1瓶煥髮逆齡，Never too early, never too late。